文昌帝君金榜题名，光明利落祈福大发挥，由庄洪汉道长主持。武陵宫主委王大明以及参与的各校校长担任主祭官的唱香，学生则是双手合掌虔诚来祭拜。参拜学生伫道长的带领，行过金榜题名状元桥，并点上珠西开智慧，搁卡向东征，将愿望传达到天庭，意思是相当的特别。敲，哇，这好美啊！这脸跟周子瑜啊。哦，敲。为了下一代会更好，为了明天会更好，所以啊，这个心得啊，大慈大悲大爱，发起讲爱办文昌帝君来祈福后人的。主委王大明表示，武陵宫每当4月，拢会举办文昌帝君祈福法会，除了有学生参加，还有考专业证照、求职场升迁，甚至有做生意的民众也会来参加。另外，今年奖助学金颁发对象，这是永康区的3间大学，以及关庙、良家、新市、永康镇地区的侪间国中小学以及高中，总共31间，有超过300名学生受奖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